的嘛，哎，因为他的老板在现场，给他调嘎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他是突然会恐龙冒偶像私出来在我们？生子，他是你的私生子啊？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应该不会生那么胖的。胖怎么了？胖怎么了？你说。哎，今日要中秋节，哦，赶快啊做嫦娥啊！嫦娥啊，嫦娥那没有演嫦娥呀？有，没有走。有配乐吗？没有。你的玉兔在哪里？哎呀落地，哎呀落地，哎呀落地，哎呀落地。牙毛嘅嚇，牙毛嘅。係牙毛，係牙頭係牙毛嘅啦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再呢啲唔俾你。所以本牙本用燒啊。省略一講哦。係啊，然後無槍咧。我做順差抵轉移。有得嚟做喺度黑講到。安尼啊。台，熬夜衝下來。咁先俾你睇到係啊，重複啊，係。眼睛啊，大家好。好，日本人個很撈嘢的改場，對吧？哈。英文不是，咁多好朋友很用版。佢都有種排場啊，就幾啲貼嘅計劃。哦，係啊，你生日哈？係。生日不就很多妹子？祝你生日快樂。对，我不过生日的，对。尬斯公罗哥生日的话，只有新宇会来啦，那有俩丢你，系冇？真的吗？哎，生日快乐！我生日你会来啊？会啊，如果你要请我的话。真的？但我不会办啊。但是今天罗嫂在，他就会这样讲。哎呀，冇啦，根本有特别计划。你也表姐哈？啊，你也表姐。哎呀，中秋節啦哈！哎呦，我半夜班的呀，節目唔該，乜嘅建議，按照同那啲觀眾朋友大家講下啦哈。溝通啊，有好搞嘅東西。熱鬧啊，你鬧熱一下，所以今日我搶到安尼客家嘅從太牌嘅業務。太牌，媽眼咩比從 copy 我，兩片眼咩比從 copy 我。而且這些朋友啊。對遊戲來講哈，當厲害，都是遊戲王啦，很會搞，遊戲王、遊戲會千會搞啦，會搞，看到兩條研究喺亂搞嘅啦，所以分量吹，係嘛？誒，分鐘鬧熱吹，人擂台吹，好，喺一邊鬧熱吹，哦，你就喺擂台吹啦，互相自吹，自吹贏一個吹有一萬招，擂台吹加油！好了，馬上進行T的單元啊！好來，好來，T的單元嘿。我那麼該，你理解衝馬街小朋友。這個衝馬街小朋友，哎呀，你T廣跟關注，自我介紹一下。來，自我介紹，嘿。自我介紹一下，你都已經畫成這樣，你忘記你是誰了嗎？哎呀，你會講話了啊？啊，你是誰？你是誰？你叫什麼名字？啊？怎麼了？你是恐龍偶像私生子是不是？他一直看向爸爸的方向。你打扮這樣不是麵包？操你！你是在罵我嗎？你剛剛前面說。你第一個抽馬個小朋友，我們就覺得已經很怪了。你現在還麵包操你，你還麵包操你？某真實用版講，麵包超人。麵包操你，冇啦，麵包超你，麵包超你，超級的。哎，佢哋啊，清風啲嘛，哎，因為他的老闆在現場，給他調嘎。他是誰？為什麼？他是恐龍偶像私生子。給他來。哦，是你的私生子啊？是不是？沒有啦，我應該不會生那麼胖的。胖怎麼了？怎麼了？你說。沒有。我罩你。你生不出來那麼胖的。其實是吉娜姐的，對不對？我的都已經懷胎了好久了都沒出來，我孩子出來也差不多這樣子。對啊。哎，介紹一下，兩位。來，好好介紹一下。俺旗下個藝人。哦，真的哦。哇。旗下已經有藝人。
人。对，有艺人，目前有5个啦，他是第1、第2名。哦，面包超你，嘿，你的 T 秒就出来。哦，现在他的流量很高，对不对？大概加总大概已经有破1000多了。哇，1000多哎！所以你看，我刚刚还跟那个哲伟在研究，一代人影响一代人。对，他们这一代人哦，像恐龙偶像他们冠权，他们就是20岁以下的，真的，那个以后都是你们的这个真给你的天下的那个群众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对，我们这些老人家都在靠你们。没有，都要靠你。怎么突然很佛系了？怎么突然这样？我们不是要比赛吗？哎，竞争力拿出来不？哎，吕团吹啊！今天是来干嘛？有一周关注啦，有话不要就讲你在唱什么小朋友，对嘛？就会本起跟耳机有没有戴起来？你冲嘛该不太加团，拥有我们的尖叫肌又在中间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上天造人是公平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至少你看他还可以有用处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当个面包超人啊，哈。对啊，谁没有用处呢？我没有。没有啦，真可爱啊！真可爱吗？亲的影响，你每一次玩游戏哦，真的都拼了命。你吕团吹就扣的好不好？他们3个都往后退，没有要抢鸡的意思。你就跟人家有没有人家喝酒都往死里喝一样，对啊，硬灌，你就玩游戏。有告就会拿出2种精神了。这样讲某公平，有蛮公。那你煮妹有懂厉害，你看。哦，你为什么把心宇？你为什么把心宇遮住？他叫做花瓶，是不是？没错啦，你准备清理会啊？他也是没有在输的，真的。好了，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？哈，是让你关注，耳机戴着，听到什么歌都冲马开狗。啊，我们来宾听到，知道他们出来就去冲他，注意抢个叫鸡，好吗？OK， 好，准备好了，来，加油！口号自己来，来，吕团吹，不要一盘散沙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来，大家一人听到什么就唱出来哈，面包超人哈，知道哈？哦，他戴耳机好可爱啊！真的，他不戴耳机也很可爱。不是，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日本发展呢。起飞了耶！两面包超人，对啊，就很好忙哦。他真的好可爱哦。新的影响啊，真的。莫金有没有暗讽？对吗？准备好了 ，OK， 听得到哈？对，好 ，OK。他搞不好是下一个世代的蛇丸，真的，你就可以吃播，找我，姐姐我会吃，好不好？我也很会吃。好了，马上进行开始哈，来，第一题，音乐。客语歌吗？韩语歌哎，全部他给我你让人看得出来，对仗有出来。崔总，抢问题嘛该？韩歌，考题嘛啥韩歌 ？Q 2 King， 答对。你是不是看到我的字？来，太厉害了！等，你是个条件有6在引有冲动。嘿 Superman， 他敢跟他抄的，好了。东南西亚比过天地，比了安求到了你的爱难敌。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哪里去，行的路不怕最上的传奇。比过东南西亚都是给你，比的安然到了。歌好不好听？好听的，你好好学一下好不好？你会想学吗？客家歌、客家歌可以哈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？可以在你的那个频道上露出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再来继续下去喽。第2题 ，OK 哈 ，OK 啊，OK 啊，好来，好，下一题抢标赢哦。
狗，夹狗。好，打了。来，女歌吹。来，听不出来，请说。李永贤贤。 真的假的？我们应该请说客语。对，你怎么猜？你怎么猜？因为他刚有一个音，然后好像要接那个。你是用推理的，听说对，他是用推理的，他不是听出来的。他有个长音，因为他有一句好像是然后接说客，没有，就是。所以压你你是推理出来就超嘞。他换句也是一样。多么痛！我俩一组全部会喊你个哎，恭喜你，他过来。他们很厉害哎。还是我们这个你有偷看到？对啊，他刚刚真的唱有一个然后有在接那个拍子。哦，他得意的嘞，你看。我发现年纪接近比较容易有那个互通哦，越来越有信心了哈，是不是可以朝歌唱路线？对，你看，哎，你这样唱，他们都听得出来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你发音很标准啊，对不对？音也很准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一个好面包超人。是。哎，你跟阿磊冲两条呛共行音。好来。说可以，告诉你，好漂亮，谁会爱讲刚才是梦里，有空来吧，有爱的钥匙，堡垒吗？是堡垒吗？最后爱好的要你爱你。这首歌一定要学起来，因为它前面有华语，后面有客语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有多少学？已经把它列歌单了。2首学起来哦。好，你刚学1首喊歌就已经很伟大了。对。你如果2首学起来，不更伟大？你打遍客家圈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谁有你那么屌？对啊。谁有那么厉害？真的哈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跟刚刚好像不一样哦，他越来越有自信，更有自信型嘞。他会不会以为他唱得很好？他本来就唱得很好啊，对啊。是我们不懂，不好吗？不然怎么猜得出来？对啊，要不然你们怎么猜？连续2首都猜出来。对啊，连续6条都猜出来。好，下一条来。接下来下一首。好了。公八婆，公八婆。团的出来不得了，迪蒙全部会唱你耶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他3首都唱了差不多？他3首都可以放木鱼的节奏。吃宽啦，吃宽啦，某 Q 粉嘛，赶快啦。我刚听那个旋律，唱不出来啊。客家歌，来文主要唱歌，黄心怡妹要唱歌，有唱歌的哦。哎，你没有唱过啊？你有唱过？李美伦妹要唱歌，而且角色扮演，亮傻跳哈唱哎。我知道了。公爸婆，还要提示到这种程度，张迪。3度唱歌，你啊，佢冇唱歌，佢亮傻要唱歌啊，公爸婆。公爸婆，西语唱歌嚟。有佢亮傻哈唱。哎，好，叫阿伟唱2條公爸婆。來。哎，亮傻跳一跳冇？亮傻跳。茶面容唔係我悲傷，家庭呢難子孫健康，傳承祖先嘅文化，兩公婆恩愛來做伴，互相鼓勵暖融，一生公爸婆。下面少7个人有差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背他啊！对啊，
贝卡，试看了，试看了，来试看。她裙子耶，她裙子耶，啦，可以啦，来啦。哎呦，来了，唱完整首，不能放下。哎呦，按钮就有感情的嘛，原来你喜欢这个啊？今后搞还好，等一下每一首歌你都这样唱，好不好？好，沙雷。好了，下面一首。我们准备下一首歌，Q 用一行语的哈，来，抢标音哦。什么东西？这首歌很简单哎，两条狗的经典。哎呀，懂试一下好了。我觉得刚好还有听到一个关键字 ，C 慢按讲。你说。来，好来，答错，好来，再继续，继续唱。你可不可以试着把歌词唱出来？对啊。两条狗的除了汉语的版本，还有法语的、好罗马的版本，全部都有。18姑娘，狗秒底部都有数字。18姑娘，答对了。答对啦，厉害。下一题是啥个版本？泽文，你听得出来？对啊，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怎么听得出来？再这么近我都听不出来。我觉得 R&B 很棒，他只要这是 Superman。现在年轻人唱歌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了。真的嘞，吼。好来，他敢跟我来唱那条歌啦。18姑娘，怎么猜的？要唱歌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肚子会不会饿？饿的话可以咬一下自己啊。对啊，你本身就是面包 ，OK 了哈，来。带一来。好。按永就金行下一条歌的哦。好嘞，下一首歌。应该是那个童话放客。童话放客。对。糖也出来。那有糖出来。那就糖出来。知道这首歌谁的歌吗？我的歌。金曲歌后的。对。他有得过金曲奖。所以如果有人没猜出来，我就会生气。对。哦，还好有猜出来。你回去家里 Google 一下吉娜，哎，你就可以听到他很多好听的歌。有人打吉娜，他有一个乐团，他有一个乐团叫吉娜棒。对，吉娜棒。吉娜。哎，我差点说对。吉娜棒子。很好。你现在如果打吉娜棒出来，都是中药东路那个咖啡厅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叫我来冲2条。好来。类似吉娜关的经典歌曲。好了。算到300種數種頭髮，盡做永遠苦，用下跳一嘅發熱狀態喎。發熱狀態喎。這一步又一步，好像衝嘅步，你讓愛另一天，望着白昂嘅什麼，是在你。
骂这首歌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面包超人，你要骂他意思啊？而且罗哥，你刚刚唱起来跟他唱起来没有差别，好不好？罗哥调他根本达不到嘛。我后来发现，哎，唱歌这样唱蛮轻松的，很轻松的，很棒的。罗哥调爱人，被 Q 了，好了，谢谢面包超人，自吹，他结束了。好玩哦。他这么可爱，才给他唱个几首而已，这样5条听你了。以后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很可爱，继续加油，下次继续再来，好不好？跟大家一起玩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小朋友，那头发放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算你上道。孺子可教也。哦 ，OK。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位关主是什么？好了，来。哎呦，冲狗都不用换气耶！而且直播一日都在唱艺术都够懂是汉那唱啊，就是那个奥一点跟事情。单元，但是俺冇一直关注。哎，你只关注人，大白 TPK 吧，多有记，冇记就冇抢高钱。奇怪哈，这个他是到底是有包红包给我们制作人，还是制作人很喜欢他？唔知嘞，哎，你闹捏个吉祥，闹热名模，有可能。力量才凶哈。对啊，有可能。力量才凶哈，被以后呢？制作人上辈子的情人哈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这辈子的情人。哎呦，难怪这么喜欢找他。真的呢，你不喜欢吗？他很喜欢你哎。两个谁有什么意思？我老刘家里的闹捏名模，哎呀，小兰，欢迎小兰。哎呦，你看我们今天小兰，嫦娥要用飞的吧？嫦娥要用啾的，嘿，在走台步，有点透明的 sexy 哦。他去菜市场买菜也是穿这样哦。这样不能去夜市哎，不好洗。是啊。好看，我累了，转转累。小兰，走秀有时候那个高跟鞋拐到跌倒这样。好了，好累了，不然这。小兰，哎呦，欢迎啊，来，两位帅哥美女好，台式干好，天气给所有朋友台式干好。台干好，现在会问候了嘞，哎，真的嘞，现在会听人话了，不理人的，其他手机卡。听人哦。对啊，哎，你小康老师还帮你的音乐有做特别的那个配乐，谢谢，帮你做那个节奏。谢谢小鲜肉老师。小圆是谁？谁是小鲜肉？这句话坦白讲有点过分了。后来暗敌快50度的人，你还在那边叫他小鲜肉？比我小就是小鲜肉啊，你也是啊，你也是，你是小鲜肉啊，小鲜肉啊。但是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很会跟人家互动。真的啦，我也其实在我的脸书也很少 po 东西，但有 po 他一定都会留言。哦，真的哦。哎，你都看到留言，你有回他吗？不，我回他干嘛？那你也蛮没感情。不是太多了啦，你也没办法一一回。人家粉丝太多了。对，就是那天我就拍一个我在那个花莲的那个什么日落大道，有吧？是，我就拍，然后很漂亮嘛，后面那个有山，然后那个青烟袅袅的云这样子，就拍，然后猜我在哪里，然后他就回说，在你心里呀。你是我的偶像啊，我永远在你心里。你有马上关机吗？我刚滑过去。哎，某公司才把来你小兰姐进行对你的闹捏给后嘞。每次都要办的这样子。对啊。哈，那中秋节就是嫦娥。这一年的时间用摩托书啊。啊。妈妈，我偏了，哎，你总是我还要摩托书啊。谁时间摩托书长大到热的意思？
摩托水影到这来闹烟了。漳州人闹烟，哎，没吃菜法。有托水会注意做真知饮不了，对嘛？哎呀，摩托水会留到呀啦。留得了哈，带欢笑给大家，对不对？自娱于人，真的好。哎，阿勇弟又蛮高的啦哈。我弟啊，冇弟啊，哎，今日咩中秋节？哦，刚才啊做嫦娥啊。嫦娥啊，那没有演嫦娥呀？飘飘，小兰姐要飘了。没有走。有配乐吗？啊，没有。你的玉兔在哪里？玉兔嘞？要崩脚，要崩脚。哎，小兰，小兰做对了啦。小兰，差不多了。回来。中了。哎，他有莲花手哎。来，开花舞，来。哎呀。突然娇羞是怎么了？开花舞呢？音乐来。哎。这有点像那个卡妹，他那个会拍气功。小平老师说他那个是波比，没做对了，也是韩团嘛，黑嘛，阿勇跳错嘞，做对了嘛，小兰姐，唐来一下，做对了嘛，小兰姐，送拜个什么安江的冇跳到，还你把我光眼张来跳，等一下，我表现都用白，你表现都好，就做嚟跳，好嘛？哦，真的啊，慢慢先，榴莲他100了哈，那个罗帅哥帮你戴耳机，你不要一次，又蛮高了哈，他这样可以戴吗？往后，往下，往后，往前面，对，戴眼镜，VR，用下面啊，呆，哇，好 heavy 哦，还有做对吗？啊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做的哈 ，OK，开始了 ，Are you ready？ Let's go， 好嘞，哎，就开始第一条各位，来。这颜色的蓝的，是颜色的蓝的，它的很多大。还有口技耶！每一名用高红的狗诶。来抢！勇往直前行，勇往直前行。好来，看对，蔡依林上嘅各位，中间真的很像阿弥陀佛。哦，后猜前面那个唐姆妈祖。哎，佢後尾有可能有糖果，你衝出來，有衝出來，好來，一條，跟我唱，勇往直前行，來。愛勇往直前行，愛勇往直前行，一個最善良，我哋永恆。愛勇往直前行，將你勇往直前行，迎接夜裏有安慰呀。事情好。那条歌在那边懂我唱，准备总推背一条歌。哎，没气力，可以振奋人心。真的，好 ，OK， 那这边又答对一题。你还可以，擂台队啊，加油啊！擂台吹，不要只顾笑，好不好？冲一哈嘛。有啊，老师刚刚有啊，现在佩萱怎么好像年轻人口齿不清的时候，年轻人都听得懂，我听不懂，都没有在猜啊。然后你们是他负责跑的，对，跑不过年轻人，跑不过他大概就出了糗。那请上卫冕者宝座来。老师，你坐着休息一下。好，下来听一条歌诶，小兰有唱。
不都是水，从天台里走到谈对爱情昨天打在心里。哦，小刚老师，稳掉。手机传他，流浪，他对，来自陈真红，成功我推一个诶。哎，不能像讲基因个冲水，我看脏，他个靠团。你来吃的，你看这刚刚我们被面包超人影响，连他刚刚也是就。妹，你冲狗喊不？你喊会来，我们加重音唱，而且他有一种欧洲语系，还是哪里真的南美语系。刹那间，我以为我出从善够为惯这样子唱歌很轻松，真的吗？对呀，不一定就说哦，一定要字正腔圆这样子，那反而很累啊。等一下，要开演唱会就这样唱，对啊，你就这样骗钱就好了。要态度，刚刚的态度很棒啊，很棒啊。刘哥，你就用这种口气 rap， 有没有？梅州的，讲，谁么也啊讲。哎，安永真的觉得很轻松哎，流浪来吃陈真红。哦，杀落喊一条。来，冲一下。哦，冲好。冲一下。你嘞？来，唱一下。浪啊，心结梦也爱他，世界安排你了流浪，流浪啊，错了不转来爱上，爱马上，让爱改变一辈子流浪。而且直播一日都在吉娜被艺术狗狗董事汉那场，就是那个奥伊利亚跟事情。现在有个意思吗？表现的还可以吗？哦，如果真的这样唱，金曲奖可能把你的奖拿回来，我跟你讲。可能会哦，直接取消这样子哦。好了，下一条。下一题。好了，小兰姐有请。那个小朋友啦，有啦，小刚老师提示出来。你还一个人唱歌啦？哪个哎？哪个哎？还没知道。三道四。他真的很像印度舞那种，随时宝莱坞要出来的。我只想要这样，真的，你叫他再唱一次。哎，干嘛厉害啊？他让我的歌好有异国风情，真的，哎，重新编曲啊，真的哦，对啊，哦，很赞哦，哎，还有他后堂，冲在他后堂，什么？闭眼冲。好啦，叫我来冲2条酸甜。来。
吃的太久没冲了，去给他空狗吃，我说你刚还对不上。所以唔對，類似見到講你。應該沖過啊。有啊，有沖過啦。加有我台南叫奇怪。 唱不出來呀！冇啊，就摩拉風嘛，我們都被他的印度音階影響。我們現在已經一直被影響，這印度歌，哦變成印度音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塞下來，塞下來，還一條。來，小蘭有請。 他唱哪一句？你聽彈出來。來，我聽到他改得唔多，所以我講。太厲害了，他對嘞，趙比欣賞的出來。哇，厲害！趙比欣賞太厲害了吧？哎 ，Hello， 人才對，還在現場嗎？哎，你們是來？你們是來欣賞歌藝是嗎？還是拍手的？拍哦。好了，那一起來唱這首了哈，有點參與感，好不好？哈。 看你心中的太陽線，歲月兩海往前一路路線，沒想到當你必定你的身邊，來做你的 Superman。看你心中的太陽線，雖然難白的事情沒得寫，要不當你必定你的身邊，為此愛你給一片天。 做你永遠的 Superman。哎，兩條狗人係破嘅全部冇停到，只要跟到 Superman， 耶！好厲害哦！哎，這位老師這樣創作也是，哎，創作其實都好，都好。你不要，如果你在比賽的時候或表演的時候唱過這個歌，哎，幹嘛就比較容易聽出來。真的哦，所以你們真沒有來唱過歌嗎？ 我們也沒有當過評審的意思，是吧？而且這首歌是他創作的。係啊，佢創作的啦，佢彈出來應該的啦。係咪？別人佢自己創作彈唔出來，那就真的。但其他的加油一下好嗎？擂台隊。哎，加油！我今天是花瓶啊。哪一種？你是哪一種？曾幾何時你也可以當花瓶。你的嗓音全部就會鼻音卡抖，鼻音卡抖。我每一首聽起來都是對啊，沒有，他有變化，他有變化。很厲害。你會水果型魔腔優，你還會這樣，還有那在封建魔腔。辉老師，我們現在不是比賽哦，你不要以老師來評斷他。每一次聽到的，你們兩個不要火花四射好不好？我們擂台隊現在沒有拿分哦，這樣。有啦，有一分。好了，好，下一輪，繼續下一，來，小蘭。演嘛，來。小蘭姐有獎。 都那該是內在，現在真真真係得嘅才冇人使安，再合他呀。我要歌詞出來咯。擂台吹，啱出來就夾夾唱。 đầu năm đê nay toàn bởi thao ngon hãy đọc chi nên nhà ta thao dạy有一些这首歌萱萱也唱过啊，萱萱有唱过哦，萱萱先唱，你们应该都有唱过。100給飛，猜猜看嘛，猜猜看。唱過，你有唱过，你有唱过。陳慧茹哦，小天老師也彈出來了。挨爸公回兩挨美公司嘅。哦。陳比結果誒。填不出來，那你還猜得出來？那你太厲害了。我只唱過他的一首歌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你就唱歌給100聽聽啊。OK，好。他都是靠邏輯在猜歌。對，厲害，恭喜。哎，恭喜擂台區總算有拿一分。衝2條歌。好的，加上來。那沒公司耶，順到忙，永遠記得。那把公會了，那沒公司耶，大家好，永遠記得。愛認真，學下吧，希望做得。
对啊，这个这里面歌词就写的真好了，一个吸烟，一个后一波。对啊，这怎么要学得好嘞？怎么会学得？妹妹有没有好的哦？哎，你讲死会嘛？哎呦哎呦。是梦小兰的哈，厉害哦！哎，你两单元就结束了哦。结束。我喺結婚嗰時見到一件後生，見到一件正妹咯。真的哈。係咯。面皮又安配啊！我講這個面皮又安配。哦。混講澎湃講6本呢，你見撲什麼？膠原蛋白嘅意思啦，係嘛？面皮唔好撲。檢真要見來見到幾飛嘛，財啊錢又好多，人會檢判係咯。哦，真的啊，用啊就清楚錢。哦，係嘛，係了意思嘛。對。應該做得用下佢哋嗬。哦，做得，那帶走有沒有做得？哎，沒下回沒做得。你自辯。好，阿勇，你的分數統計出來咧。好來，那我演出100分。加油啦，雷仔隊！哦，哎呀，有點參與感嘛，謝謝小蘭姐哈，謝謝安吉姐，謝謝，好，飛出去。慢走啊，再見嫦娥5、6、7、8，幫他叫一下。明年見了嫦娥。好了，我們進行下一個單元，來，穩重，還沒點做油啊？洗澡師，很簡單，很簡單，要做嘛趕快，馬該，我都馬上分月。剛剛讓秀公完了，可能在他這邊破功。這個是中秋節的節目嘛，一定會辦中秋節。哦。所以4個字你會猜什麼？對，中秋晚會這樣子。第一個單元。老年比比咯。2個單元用辦告。滴滴龍的呀。超級比一比，老年比一比哈。初兩出嚟接你比數，我叫親民一比哈，團初開發就得到4分。哦。以此遞減，有沒有？哦，就退而求其次。加之講金毛團隊，3分、6分、1分，冇分啊，他是作答的人。他作答的沒差啦，只是有1分的意思。好了，這樣知道了哈。還有了解了哈。要跟那一位那個講一下嘛。對啊。嫦娥小姐，你知道嗎？他怎麼比我就怎麼比。對。他比不給會不會看？他如果比這樣，對，那我也就這樣啊。有 get 到，有 get 到。好，阿亮，廖導師，廖導師，還馬該，放屁哈！哎呦，那他有。我覺得唔怕啦。安排這個就是要讓你們，我們就是要這種效果嘛，好了，鬧熱隊先嘛哈。好了，可以了哈。好了，請關門。好緊張。好了，準備好嗎？好緊張啊！我出題嘍，來 TV，先給你看第一題哈。你的題目拿顛倒了，顛倒了。這個知道哈。第一啦哈，你給觀眾朋友來看一下。好 ，OK 好。兩算難吧？應該算簡單啦，哈，做得啦。做得哈。做得。好來，小強老師，音樂請下。好嘞，來，請 BB， 穩重，來穩重。還沒點做油啊？洗澡師，很簡單，很簡單，要做嘛趕快。馬該，我都馬上講。分月。對啦，小蘭這樣做你看得出來？因為他穿這套衣服，大家看得出來。懂槍金槍。小蘭，你比哈。你給我比一版，調下做誒。有看得出來。馬走出水。哎，剛剛讓秀公完了，可能在他這邊破功了。對呀，你前面有比咧演的呀。我從這邊，然後對呀，演這樣比上去，跟你感覺，你前面。奔月。
哇，你的月亮好大哦！哎呀，而且忽左忽右嘞，改变航道。这个是中秋节的节目嘛，一定会办中秋节的。所以4个字你会猜什么？对，中秋晚会这样子。嫦娥奔月啊，嫦娥奔月，中秋晚会。好，我们谢谢小兰的答非所问。中秋晚会。嫦娥奔月，合理。嫦娥跑去参加中秋晚会。跟正经呢，有猪队友的时候一定要有神队友，真的，中秋晚会啊哈。好啦，恭喜啊，用浓烟吹就得到7分嘞。好来，好，杨文擂台吹啊！擂台吹，准备好鱼来啊！我们面包超人又出来了。哦哟，超人要来了哈！面包超人哎。哦，有教好哈。哎，有搞好哈。搞大好呀，有啊，已经可以了。 OK。看用啥个没可以用哎哈，看你们两个默契如何。可以哈，不会到那边又破功了，像刚刚那个阿兰一样哎。小兰姐，可以了哈。真的哈，好来，那就请关门。哦哟。好来。来，哎呀 ，TVP 弦呢？今天为什么感觉上好像就是很？我觉得他有心，他有谈恋爱，他今天做花瓶啊，谈恋爱。他今天做花瓶。你今天不舒服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这才是真实的你。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紧张。哦。要我怕我比错就他怕出什么乱七八糟的题目。啊，不会，这哇，这题目不好比。啊，有点累。跟剥芋头一样哎。剥芋头，剥芋头用蛮比。对呀。尬斯公炸鼻公用蛮爆。芋头为什么是剥？剥芋头是削吧？哎，你突破盲肠。哎，对。芋头怎么剥？那削芋头怎么比？没有，芋头可以用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生熟了。哦，蒸熟了。这样有哎，这样子有哎，也是一样啊。剥馒头也是这样剥啊。芋头要这样子，要这样子。好，这没，简单，好来。好，来出题喽。好来。来，本批先看一下。OK， 来，你的观众朋友看一下我们的题目，还很难呢。真的不容易。他吃到清难呢。嘿啊，尽可爱，尽可爱的批弦。哇，两用板笔。好来 ，OK， 小康老师音乐请准备。哦。哎呀，来，完蛋了。几个字，没有笔。哦，结束嘞。今天擂台队可能比较。永贤擂台队今天纯粹来参与的。对啊。会吧。三炸丝，哎，3个字，哎，一个大西瓜，哎，切成2半，上炸，哎，3个字哎，3炸丝哎，大西瓜，对吗？一个圆丢出去，葱油饼也可以。所以他，我觉得他好像做披萨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做披萨。哦，然后甩，做披萨这样，然后往你脸上甩。对，他是往脸上甩，砸死你。印度饼，3个字，3个字，三炸丝，打死你。砸死你！你觉得我们今天会做这种暴力的题目吗？很认真的看着我这样子，很棒，对，对，有，对，哎，其实黑的没有，你的脸砸死你，错。OK， 好来，来，一起砸，得到3分的机会，来试试看。剥柚子，哎，柚子也是人家会这样剥嘛，剥柚子哪有这样剥？哎，剥柚哎，不是3个字嘛？剥柚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有那个柚子帽在头上。柚子啊，把你带上去。不对，这个节日不可以。你刚刚不是这样子，你刚刚是这样子。真的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不对，他想跟你玩玩嘛。这样就恭喜慧茹老师不对。好，砸死你，剥柚子。哎，来，面包超人。丢棒球。丢棒球。也香哦。丢棒球。对耶。感觉。哎，
对啊，因为这是捕手啊。对，可以。哦，哎，他球速应该有20公里。你有打过棒球吗？有啊。有啊。还有打过棒球吗？有一点。有一点去打，多少点？摸到一点球棒这样。打棒球对不对？打棒球。他说丢棒球。真的吗？打棒球？丢棒球？打还是丢？哇，真的太厉害！他真的是逻辑很强。恭喜面包超人，不错，答错了。来，我们罪魁祸首，老鼠屎，真的。罪魁祸首。第二个我是老鼠屎，你就老鼠屎。你要答对哦。我们抽。是什么？嘿，黑马街34诶，丢鸡蛋。哇塞！对不起佩萱呢，佩萱表现的蛮好的。佩萱比也挺好，佩萱很多比100不太强。来一次，3个字，3到4。对呀，那么棒。对啊，一比都很赞。对呀，黑马，姐姐，黑马来，躲避球。对，你看这个老鼠屎就在江这边了。黑毛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没分的啦。什么意思啊？躲避球也是砸死你啊！哎，有道理。好啦，你也蛮能通过了。解释。哎，有就没再分嘞，吕晨吹。好来，我们换下一队来玩了。好，OK。哦，换到你弄面去耶！罗哥要跟小兰双宿双飞啊，容易哈。旁边还有心语哎，哇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多少在那边，不要再说了。多少是我的，好好说的话。心中的第一啦，永远的女人，好不好？心中的唯一。哎呦，还有人家教嘞，准备好嘞哈，让叶吹。我会不会自动记人呢？好嘞哈。好。哎，来，擂台队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看笑话。不要折，哦，抢关门。好。来，先不理 TV 小兰看一下。看的是啦哈，好，朋友就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就开始喽。小江老师，请下音乐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拜的嘞。哎呦，好嘞，小兰姐，走的嘞。哎呦。稳住，李明伦，回来了哦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小兰后来有做出关键动作，罗哥有 get 到，对，他那个一勾我就对，罗哥你要猛酸啦哈，要先看吕伟伦，来，我在好紧张，比他西扎斯。按你没好，按你一跳，又按你，钢管女郎，耶！我以为是旋转木马哎，恭喜那边吹的新闻。好嘞，不过罗哥机会难得啦，心宇来做一次你的钢管女郎，不是旋转木马，我当钢管。预备，来，好难哦！准备好嘛，心宇，来了，你不跳，他等下就跳上来了。来，小江老师，请给我们音乐。怎么旋转啊？去哪里？你怎么前面是钢管，后面做木马？你刚刚前面没有那个 M 字的，要 M 字腿那个才有味道。你做群的做的 M 字吗？他刚刚都已经这样拉起来了，怕什么？好啦，还有恭喜那边去得7分。好，攻守交换，好吧？好嘞。好，好呀。来出题。机会哈。哎，我刚都完了，你自己要跳下去了。可是罗哥，我有问题耶。我觉得那间隔是不是太小了？
哦，那你们刚好，吉娜比动作会卡住，所以第一个，所以他第一个，这边位置很大，好不好 ？Very large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是叫他在那边比。在那边比太起来，你看到了啊，还有咁有公平。好啦，哎冇，哎，不一提他简单的，冇拜托。简单的呀。哎呀，是不是会紧张？第一个是不是会紧张？我是不会紧张，因为我一定比得很烂。这个是靠运气，有时候很难讲。出题出什么题？像台湾的钢管女郎很简单。吉娜，只要有这个，只要有这个。但吉娜你要担心是最后那个剥柚子。好。其实我很紧张，我就应该可以猜到剥柚子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自己。OK 啦。好了 ，OK 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嘞哈。玩一来，门关起来，好了。门关起来。哎，干嘛偷看？对啊。我看谁？罗哥，下面让我看一下。哇天！完了啦！哦！哎，我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又是剥柚子啊？打躲避球，怪，真的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，想好了啊。俩轻难好冇？懂难，真的懂难，莫怪。好了，小强老师，音乐请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西大师，西大师。袋鼠跳。耶！弟弟哦。哎呀，弟弟应该知道吧？比得很完美哎。完了。啊，白佩雷。哎，我比得很好，好不好？我比的是不是很好？他刚刚是这样，对。我觉得不是这样比的。你看，我就说他肚子饿了吧？对不对？你肚子在饿了，你看。恐龙，你不要饿到它好不好？这样拖累我们。后来飞羽情商。什么？答案什么？来，通灵一下，试试看。哎，前两集是应该唔会难团啊。兔子饿了。我想一下，全身无力不能跳。兔子大笑。兔子大笑。正确答案什么？兔子大笑。兔子大笑。错。好。3分给 Givi，零皮钱。好难哦，因为他这样玩就没有干嘛。玉兔。哎呦。哎呦，厉害！玉兔怎样？玉兔临风。玉兔。那是玉兔临风，好不好？是玉兔。哎，你有没有念书？你不要骗我没读书的。哦，玉兔临风，玉兔会临风。玉兔还可以淋雨嘞。我还光头临风嘞。玉兔。因为玉兔完，他后面就没干嘛了。有啊，玉兔休息啦。玉兔拔柚。玉兔胸衰。他没有干嘛，是他没有比出来他在干嘛。团坤啊。玉兔钢管。玉兔登月啊。哦，登月啊，登月，好了，答错了。还有3分，那几分就冇嘞。我来，2分。月兔捣药。啊？月兔。玉兔怎样？捣药。孕兔。玉兔捣药。玉兔捣药。月兔的意思。人家都讲月兔还是玉兔？他刚刚讲什么？玉兔捣药。玉兔捣药。那为什么会变这样？那你为什么会比这样的？刚吃完药。因为他明明是比，因为捣药他胃不舒服。哦。捣药故事性的。吃。就没有捣完会肚子会饿啦。对啦。所以玉兔捣药，捣完肚子饿这样。哎呀，这意思嘛，是这个意思。对。对，玉兔捣药。对吗？对不对？对。错吗？对不对？对。确定？确定。没骗我。没。你为什么要恐吓小孩子？干嘛吓他？抽。抽了。哎。你才进到2分。哎呀，太厉害。哎呦。你那么开心啊？才1分而已。6分。也是他自己放出问题。对。哦。哎，他这样猜得到，很厉害啊！请厉害哦，厉害！他猜得到，但他做不到。他永就双手交换，哎，好吧。
超射。哦，两个没问题啊。好，来，好，麻烦请下音乐。小跳老师做的非常原汁原味，真的是。小老师做的真的好。哎呀，我差点都以为他做这个工作的。头晕，大奶头晕，所以答案叫。你的答案？好了，我们闹热 leader 闹热精神。对呀，小刚老师在，我们闹热队一定得分啊，一定拿5分。是的啊，大家记得5分，哦4分，哦4分，青头西粉呐，青头西粉。第二位不要注意他的脸，不要注意他发出的声音，好不好哈？我们比较用够啦。还有哈，好，小刚老师准备好了。可以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，多才多艺，开玩笑，他什么都可以啊。对啊，来，抢先关门哦。来，请关门，来，罗哥出题啊。坐在哈，来帮我拿一下，好，来我拿。哇，拿到小刚老师这支。我靠，这个为他而设的。真的吗？为他而设计。为你而设，真的。别人做不来。等一下。你要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为我而设。这个你。为你而设。这你绝对很设。对。超设。你要给没问题啊。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以。你很可以吧？可以哈，很可以。可以。我弄过的太多了。他经验很丰富啊，经验丰富。是。看得出来。好，那音乐还有人放吗？有。有没有那个 band leader B？ 我们会唱，会不会？好，来，好，麻烦请下音乐。很厉害。歪掉了。他好像有点歪了。但吕伟伦好像也还可以。更歪。哇！这次。拜特雷。心意。这位刚刚伟伦有这样吗？你没有对到频率哎。4个字吗？3个字。三个字。来。怎么办？大奶。小跳老师做的非常原汁原味。小老师做的真的好。嘿啊！我差点都以为他做这个工作的。头晕。大奶头。有钢管，刚刚也有比钢管。忍不住比钢管。被我影响啊！他也有啊，有钢管，有钢管。他是这样上去，我是下来。泽伟哥比了什么？答案是没有。哦，他说大奶，然后讲了头。所以叫。用一个钢管。所以答案叫。你的答案没有，你这种是接不起来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是钢管奶。不是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前面这个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懂。我知道了，真的吗？我知道了。有提示吗？他先。等一下，3个字。3个字而已。3个字，你猜看嘛？什么时候会做这个动作嘛？奶嘛，奶黄包是不是？哎，奶彷徨，奶黄包，奶黄包，奶黄包这样。好，我2加答案。奶黄包，这也可以。奶黄包啊！奶黄包，容易，抽，是不是？好 ，OK。抽7分的给พี่โม嘞。对啊，对。我觉得他做多了。真的吗？我知道，我绝对知道答案。我觉得你们故意要引导我。没有，小康老师他本人很正直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背装备。我觉得你做的才多，真的。你刚刚根本看伟人没有这样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忘记。我们把画面调回来。我先说这位置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因为你要了解之外，你还要想他的动作，他做太多。太多。那我的理解是。
背上装备，嘿，戴上帽子，下来消防队。哪里？等一下。哇！小凤吹，哇！我有问题，太厉害了！哇塞！哇！等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心语有问题。为什么他刚刚讲的跟他比的完全不一样？对啊，什么一样也是伞兵队吧？哦，拉开你知道为什么装备啊吗？消防队又有出那个猛男阅历。哦，奶很大。对，他滑下去，对啊，要出勤了。对，然后他是出勤完，他要爬起来。可以吧？消防队，消防队，勇气，唔错。哇塞，消防队，小田老师，太厉害了吧？超好多，这厉害了。比什么了？我这辈子没有想到那边去过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厉害啊！真的，烤肉要你等下听答案，你才会觉得你厉害。好来。我觉得应该是拉嘛，拉奶嘛，这个答案有点痛，有点痛，看有30公分的痛感。对。我们这种节目会出这种答案吗？可是我怎么知道为了你而设计的？哦，也有道理哦。对啊。好了。勇气比论，唔错。答对，好来。我应该没有比的那么差吧？你来稳住。对呀，很好猜，老师比的太棒了。一分的几分嘞？黑马街。来。也就奶奶，嘿奶奶。哎呀，亚麻杆，亚麻杆，你们跟我看到嘿啊？对，动物嘛，是一个动物。要牛啊，牛。安尼来呀，安尼哎有手势的，要很多挤牛奶。哦，小天老师真的比得很好哎，这是一锅老鼠屎坏了一粒粥啊！对，我跟你讲，从他自己就歪掉了，就是他那个蹲的不够低，蹲的不够低。他好像。我想看小康老师。小康老师，来，麻烦小康老师，好来。哦，还有这个牛，蛮像的。你都以为他本来就在牧场工作的少爷，好不好？他怎么是这样子？奶牛挤？对啊，奶牛挤，就看得懂啊。他就是一个状态，一个奶。我觉得我解释合理，这样削有没有？有，然后。防守那个牛，消防队。如果是我个人很想给你10分，但我没有办法。真的蛮厉害。哎，厉害了！消防队从挤牛奶到消防队，真的哦，小康老师厉害呢，厉害嘞，厉害。好，那恭喜你们，哎，1分。高面吹，拱四高包。好来，谢谢小康老师，谢谢。哦，我女头吹。哎呦，小康老师，你还是我又在，你是玩上瘾了，玩上瘾了。公平起见啊，公平起见。他从第一个到第2个，要害就害2队。公平起见，这样不公平。你刚让上一队只得1分而已哦。哎，那个不是。比了今后呢？对啊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消防队自己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文族的问题。对啊，文族的问题。哎，好 ，OK。等一下，你麦克风先给我。嘿。这样我怕他影响他发挥哦，贴心哦，专业，不让他讲话就对了啊。我阻当当的看电影，还有招待吗？可以。好了，请关门。看唔到嘞。好，来向罗哥出题。龙仙仙呢？龙仙仙，看清楚了呀。哎，又拿点多嘞，嘿 ，easy，哦，俩简单啊，俩算简单啊，哎，又出一样的，因为躲避球，对呀，这里不会有问题，跟钢管一样，对呀，话不要说太早，真的，好了，准备好了哈 ，OK， 那音乐请下 ，Go Go。哎呦！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我觉得小康老师的脸太容易影响别人，动作好像越来越少哦。哎，我知道茶妈祖出巡哎。哦， 4个字妈祖出
出巡。对啊，这跟妈祖出巡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他刚刚这样啊。哪乡哎，哪乡近邻没走？哪乡近邻？妈祖拜拜，对不对？恐龙偶像，拿着香这样四处拜，四处拜这样，四方神明这样。对，黑黑是吗？4个字，嘿，家属打理。家属打理要四方打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也太周到了，很多哎。他说人太多了哈，对啊，他是什么？他是那个四方，他是环状厅是不是？可是你刚没有。家属打理，偷听啊，确定？偷听啊，确定不要动一下你的大脑，恐龙脑。动一下啦，我。家属打理。好，恭喜，唔错。4分的基比莫嘞，3分的领皮钱。旋转木马。哈？怎么猜的？旋转木马。为什么？确定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旋转？因为我刚刚其实有想是不是烤汤啊给，可是有可能，因为你这可能啊，这是我们制作单位会出的题目。对你这逻辑是对。因为我刚刚就想只要转一圈。烤汤啊，给刚好也是。但汤啊给应该会自转。可是我又想说，可是因为我刚又回想老师到底有没有蹲，我就想说先从有蹲的猜好了。如果有蹲的话就是旋转木马，没有蹲的话就是烤汤啊给。旋转木马它会这样，它会上下这样。对，上下。旋转木马，小康老师这样汤啊给，一边蹲一边转汤啊给，没办法。所以你觉得旋转木马？确定这个答案？考听啊。考听。恭喜3分得到嘞！好厉害哦！哇，领批钱哦！我刚刚也想了很久，出运了。我刚刚也想了。来，我们小康老师有话要说。那小康老师，你刚刚觉得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觉得是别的东西啊。什么？还好，他有答对啊。旋转木马这样子。哎，绕都会马刚不能绕，因为他刚刚本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想说是钢管。对啊，钢管我刚猜过了。对，然后但是他后面有嘛钢管马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那后面是什么东西？然后钢管旋转木马。西藏司令刚刚分舞的是你的马子，是这样一个故事吗？钢管马子是什么东西？马子。好了，恭喜可君得到3分，谢谢小康老师。好了，好，来我们动手交换了啊！哦，有观众老爷吹嘞！对，罗哥200周吹中没有？就跳下来玩了。哦，真的好，有了个，还有给上你个华人老师，哎呀，我们闹热贝跟颜值担当。真的，他说都小康老师在玩，我们也在后面。大家都误会我们闹热贝都是这样。我没有很想出来，你没想出来，只是因为我薪水在他们那边。原来有呀。我还以为说都找小康老师，我以为被小康老师打压嘞。对呀，付出那么多，我们也要玩一下嘛。玩一下嘛，这么帅出来露脸一下，以后我们就不用小康老师了。真的，让大家享受画面。又年轻又帅气。真的哈。真是实惠了，已经有小老婆。真的哈。可以他说我们的了。有了哈。对，我们看看而已嘛。确定自己生的啦。好啦，准备好嘛，那我也吹。好嘞，罗哥好了就好了啊。 OK 啊。抢关门。这个完全就是为了罗哥设计的吧？又是为罗哥设计。完全就黑啊，黑不？观众朋友欢迎他，黑不？这对了，罗哥来说跟吃饭一样简单，好不好？OK。黑不？可以。准备后就开始了哈。好了吗，罗哥？可以哈。好，那音乐请下。好嘞。好，小兰姐会被我验对。坏人老师，照你欣赏。他消防队的姿势又出来了，真的老鼠屎在这里哦。对，几个字？他没有跟我讲几个字。对呀，3个字。3个字。太深夜哦。他这样子。3个字。来发挥你的想象力。我本来说印度 Michael 不是哦。印度 Michael 是4个字。 3个字。蔡生呀。
崔生雅，为什么舌头要这样？刚刚老师帅帅的脸，他这样，我有点，你们在害他吗？3个字，有点爱上他。三大师，哎，你刚刚那比那很像小木偶。对啊，皮诺丘，坏掉的皮诺丘。哎，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啊，好难。有吗？凶犯大头。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那吃到罗哥被我眼都青椒，他完全就是这个上身。我刚看他比的时候，我就啊，就吃到饭的嘞，真的。这个上身。随便什么上身哦，反正你就随意凭你的想象。罗哥的专长之一，我给你个小提示。专长，罗哥的专长这样。专长，那我应该知道。专长那个就会清理好一个。我应该知道吧？你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要猜一个答案吗？来，给我们一个答案。生小孩。没有吗？那4分直接放弃是不是？好，3分呢？照片欣赏。我觉得以这个逻辑来看，罗哥很会模仿，所以他有可能在模仿一个艺人。那什么艺人会唱歌呢？会这样。阿给啦，好听。怀老师刚做的是，我不知道。大概这个逻辑。阿给啦，罗哥。阿给啦，你给。怀老师，你再表演一次好不好？做一次，你用你的帅脸对我们正面做一次。开始，来。哦，你可以猜出来。阿 K 有这样子吗？那你做一次来。小兰做一次来，预备起。这个好像抽筋，对啊，你好像触电哦，5年还是10年？对啊，中风的倾向。对啊，冲苗都跟那个电线杆触电的时候，跟我们干不够？对啊，所以按照老师的逻辑，应该是因为从桂兰姐勾来，桂兰姐一定会嘎几几改，太有弟弟们，然后用罗哥的那个强项模仿啊。因为我不是真的要给提示，但是实在前面是真的吗？很难团，我猜对吗？永裕他对了，3分。对呀，好强哦！机会，怎么猜得到嘞？真的，我想跟你来。怀老师也是蛮出人意表的哦。对。永裕，农业区带到3分。我刚刚是这样子。哦。然后青丘呀，差那么多，很明显吧？我非常想看怀仁老师跟你一起比，你比，我比巴拉卡邻居，我比巴拉卡跑远。要做小强老师这种角色不是那么容易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人性，没有人性。2张了解，你现在才知道哦。好了，恭喜农业区得3分，总数高分。耶！好，注意啊，顺利哦啊！哎呦，怀仁老师，你又不想下去？他可以让我升，他们这是给我的福利啊。对，给我的福利。小康老师说，你若不上来要扣他薪。小康老师，我就不想看他做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哈。好嘞。准备好了，好了，请关门来。哦，这应该比较好比哦。比较好。真的吗？他表情好细哦。对，老师你好好比哦。老师你好好比哦。太空漫步之类的。好，怎么可以？可以吗？老师要不要想一下？老师苦恼了，老师苦恼了。觉得跟阿给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会音乐的人不一定会演戏。是。没有道具哦。没有，自己用啊。完全凭空想象。老师你要道具就要从自己身上有办法表演。对，要不然你就要身上自己弄出来。对，好，先伸出来。可以哈 ，OK， 小康老师，麻烦音乐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脱鞋？一定要脱鞋啊！为什么要丢掉？几个字？
几个字啊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哇！天哪！我觉得怀仁老师是影帝，他演得很好，他演得非常好，演得很好，但是我就夸张了，对，夸张了，太夸张。对对对，除非那个他的鞋子真的是很不值钱，对，才会这样丢掉。对，或者想换鞋。对啊，哎，为什么要丢鞋子？很奇怪。对啊，这笑唔到。对啊，笑唔到哈，我记得会还严重了。哎呦，真你还帮他们捡？哎，怎么那么？谁的？来，哎呀，哎呦。吉娜真的好贴心哦。对啊，来，尽可爱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有把鞋子丢出去，然后又才4个字。西扎斯，西扎斯，邪不胜正。哎呦，邪门歪道。只有邪有关系，不胜正我实在看不出来。斜杠人生可以啊，斜。同海有关系吗？斜阳古道。七爷八爷啊，七爷八爷有在排啊？不是，饮料身高啊。西扎斯哦，身高。西扎斯哦，什么都没做，就把鞋丢出去。充当都买东西。哎，做唔得讲。哦，我在自言自语。哦，自言自语哈。哇，太难了吧？对，他为什么要把鞋子丢掉？你应该知道吗？踩到狗屎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踩到狗屎，他不要啦，很臭啊。就把鞋子丢掉。好像一般人会丢掉吗？对啊，一般你如果踩到狗屎，你会丢下来。他不可能丢。哦，就不想让那双鞋不行哦。不行。你要怎么回家？不行。这样客家哦。一般人家你要省一点。他不会吗？他拿一轮会舔一舔。可能有的人就比较激烈啊。啥给别人的撸啊，撸啊，哪块那有水虫？水坑这样踩一踩啊。对啊。插在别人中秋节会出这种题目吗？我觉得也不太对。阿给拉都出了，有什么？阿给拉可以过中秋节，中秋节不能踩到狗屎。狗屎就是黄金啊，狗屁黄金啊！踩到黄金，踩到狗屎，真的啊？真的，确定啊？哎呦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有点分吗？不是因为我就想要，要么是尿尿滴到鞋，不要了。有滴到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踩到狗屎啊。尿滴到鞋我比较会。就踩到狗屎。踩到狗屎啊！哦，恭喜你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！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哇！老师为什么要把鞋丢掉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很激烈。浮夸的盐。怕狗屎啊？啊？可以不怕狗屎吗？我们不会把它丢。但是鞋子你顶多就是这样撸哎，要不然就拿去冲一冲啊。你怎么会直接把鞋子丢掉嘞？我刚还以为是拔杯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想拔杯应该会用在海。哎呦，偏贤太厉害了！哎呦，真的，哇，菲菲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谢谢当天出一很有旅的崔朋友，谢谢怀仁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哎，老师你可以回去了啊，你可以回去了啊，好，继续弹琴啊，可以领钱了，可以弹琴。好了，呀，这个公布总成绩哈，总成绩，老年追。叶世福，李可吹，孙一博，恭喜老年追得到1万元，恭喜！中秋节加快金，好嘞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！半年半快乐！好了，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，好来，快乐！哎呀罗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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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毛也好，牙毛也，牙毛哎呦。都一頭興牙毛嘅啦，係啊，再呢啲俾你，再本也本用燒啊，少了一獎哦，係啊，然後無槍咧，還做順差帶轉移，有得嚟做到他講到啊你，各位向前嚟睇架坐。來糖露台來創山歌，愛記山歌來糖轉戲，甜福甜書來快樂多。講到山歌就有錢多，也有苦情老小歌，也有平板山歌子，也有小跳來18模，總愛睇家來認真唱。
一天唱到来笑呵呵啊，笑呵呵。罗汉长古罗，夫妻结婚，单身一五，名喊张显文。讲到我张妹啊，从小啊就听我东奔西跑啊，四处流浪卖艺哦。好在一个妹啊，从来就唔是嫌苦，也學會了唱山歌、打菜茶，留一身嘅跳舞嘅好舞兒啊！已經啊也狀態成型了。聽聽啊，就也過日嘅中秋節啊，我嚟帶佢轉嚟啊，過節留拜人嘅祖先啊，本意了解到啊，也係人客家嘅風俗嘅講到就來去來去。是三浦当作两浦行，不知不觉就转到屋下嘅太和堂。唔知阿妹要多卡也冇多卡，我哋是嫌看啊！妹啊，媳婦哦，阿爸轉來了。來了。
油糖阿爸，喜爱一生，向前问一半。阿爸，你有喜爱冇？哦，唔可以查，阿爸要喜你，就講你冇到卡啦，你冇。哦。誒，阿爸，你喜愛有何貴事啊？我老二講，天天啊，就會半夜班了。嗯。嚇，我老二阿爸我同老二吐咗你，做乜嘢呢？我哋拜人嘅祖先。哦。誒，也喺本人講，誒。人對呀個古時代一直傳來嘅三太姐啦，就要盡力同佢拜拜。哦，阿爸，佢係哪三太姐呢？哦，5月節，係。我端午節。哦。再過來呢，8月半一個中秋節。嗯。再過來哦，就係最大哦，一個過年呢，農曆過年春節。哦，年來哦，倆就係三太姐啦。唔可以查。阿爸帶菜條屋啊，一條屋要3太貨房。好。第一最大貨房係人裝屋，第二係人翻屋，第三係瓷屋。哎呦！一表示哦，人家就應該要轉去一個3太姐，要轉屋下，呢度人哋一個祖先啊來祭拜下，一對人家嘅傳統嘅一個嘢嚟啊，建議啦，與你隨時嘅時間。好，嘅阿爸你就帶路啊！哦，嘅冇係，你都退捱來啦。好啊。冇係躺低咯。正月初一，是啊是新年，娘娘大士的春联。千家万户同啊同奔樂，盼望情意來團圓啊！係呀羅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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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。神啦神落肚，思念情人情堅重哦。係呀羅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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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呀羅啲情堅重。8月15。大熱光焰，大家上夜睇門前。抬頭望月，心啊心有感，只恨夜夜人不言啊！係呀羅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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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。把你等，盼望情人快回家。係呀羅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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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家。係呀羅啲，係呀。轉到題目嚟，係同講阿鳳姑姐對大嘅苗栗。哦，係
等下吼，將手沿住你指那，然後羅時豐嘅阿鳳姑嘅順沙撩下，好嘛？好啊，好，來，繼續來去哦。哎呦，阿伯，哎，牙毛嘅，牙毛嘅，牙毛，都一頭起牙毛嘅啦。係啊，再呢啲唔係你。再嘅本牙本用燒喎。省略一講哦，係啊，然後冇槍咧。我做順沙帶轉移，有得嚟做喺度較講到。很精彩表演哦。英文哇，哎呦，是夢先生。哎呀，真係懂感謝人家對喎，尤其感謝你車幾個先生，比到呢中秋節特別節目，特別一下咧安尼。哎呦，三腳菜茶戲吼。最主要啦，就講新聞也要到牙傷口啊，讓三人咧配合都較有啦。雖然講時間未清有，但是為了愛寫嘢嘅，肯定要多少費心機啊。當然。做嘢嘅也出去啊。咁要發動到精神啊，係啊，用一下一曲。一得曲音我發動到嘅呢嗬。限做得啦，因為平常時我就隨時就下練一個十月菜茶劇本啦，就有練。但是一擺來係針對啊中秋節。中秋節尤其新聞，係T拜同嘢上台啊。哎呦，T拜，哎呦，看唔出來呢。唔知道表演點樣辦？哦，冇法講，因為樣咧，基本上就戲劇學演出，個神團各方面就有。對，面咩講？你會壓力很大嗎？我有，你先睇哦，東東營坤哦，東東營坤咧哦，台灣營坤哦，本意就詹啊哦，詹，很厲害，吃到詹後坤，真的，下了劇本就為到安尼中秋節下，所以你沒有想一下嘅。我多少見到上嘛，因為臨時人製作單位講愛來演下出去，所以我也隔有下雨同埋兩三在上課時間就有小課嘅彩排一個，彩排過。製作單位有規定講一天都帶呀，就跟牛嘅，也係牛嘅嘛。係嘛？喺講以前嚟講哦，一般演三腳菜茶戲，尤其從係裝鼓咯，名就按到鼓咯嘛，就要有系列嚟張油槍。然後做戲啊，演乜嘅要唱乜嘅。哦，對，佢有咪絲啦。真的啊，你條喺鋼條點樣都看。那個鼻環有點讓我出戲。對啊，好像從牛嘅牛嘅牛鴨有冇重要？所以係自家做嘅嘛？冇，又係民國70年買嘅。哦，一唔記得到哪買嚟？我真係啊，我可能要3、4集，邊度有嚇？邊顏色係啊？係啊，3、4集一跌到團隊一拆嘅啲。哦，真的哦，哎呦，保存都清哦。真的啊，保存都清哦。係啊，有出槍冇？啊？有出槍冇？出槍有沒有擦乾淨？有出槍冇？啊，這冇問題嘅，這冇問題啦。哦，藝術用，自家用嘅東西冇問題啦，咩披薩用？對新聞啊，今日合作嘅金光樣板，畢竟哦。新聞嘅後生人前途無量啦，真係，又創到又好，又會創又會跳，身材又強，所以真的客家真的很需要你。係啊，真的哈。所以我一直沒同你講，連學嘅7點學起來，年紀會太溫柔，喺白天做完就出咗別嘅後生。當然，係啊，可以用，係冇。尤其傳統嘅東西，真係，新嘅東西當然。咩做得好啊？我們要與時俱進嘛，這傳統的東西就保留下來。係啊，真嘅保存下來。好，冇問題。我有欣賞菜。有好夠啦吼！你看吃到精彩呢，倆出劇。對啊。三腳菜茶。不差。其實菜呀類呀，我哋都冇是做過，咁樣臨時丟嘅呢。係啊。最主要佢生態呀，就各方面。冇問題嘅話，做台詞，佢唔記得就係演講，其他咪係用呢。所以一隻戲劇是都冇有表演過。冇表演過，冇表演過。T 拜，所以兩個要 T 拜啲人。對 T 拜都真實嘅場合，有電視台嚟錄。真嘅呢？真係 T 拜。搞完叫人 T 拜讓講下。我用功。三腳菜茶戲 T 拜啦，之前好傳統嘅歌嘅嘛，係冇嗬。對。啊，點解嚟唱傳統嘅歌嘅係冇？係錯。係啊。新聞家見咩有傳統嘅表演啊？有啊。對，一切架好好嚟唱嘅。好冇？冇問題。係，你唱埋。我唱羅山歌。羅山歌，人家師傅吹了。係啊。人家先生吹了，好唱哦。戲水當足哦。係哦。係冇。做得嗬。做得嚇，羅山歌，好，嚟，我哋聽一下顯文唱嘅羅山歌嚟。
秋无言啊。总爱两年，有缘分啊，千里流，姻缘呐，一线牵呐。中秋夜光，夜有夜呐，牵住了，佳节啦。闹连天呐、山歌柳田，同伴唱太家佛罗啊，笑脸脸哎呦，今天节目结束了哈，哎，大家半夜半快乐。对啊，你节目的今天内容大概有各异嘛哈。哎呦，我真介意哦，又好搞又好看，系冇？嗰三角菜茶戏按精彩。真的就像我哋节目样闹热。系啊，有三节高节嘅氣氛哦，系冇？好，也希望大家中秋節快樂啦！哈，半夜半快樂。啊，好唱歌嘅朋友，夾夾嚟報名哈！夾打電話來096667066等大家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歡迎你。好，謝謝。咩事望住會參加 Ellie 嘅節目嘅朋友啦，半夜半快樂！小飄老師，中秋節快樂！各位先生，中秋節快樂！天從一公眾演辛苦咧，半夜半快樂！什麼大家？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